海洋經濟咧係國家嘅叫法，歐洲嘅叫法咧叫藍色經濟。其實大家指嘅係同一樣嘢，就係點樣咧有效咁樣開發海洋，並唔能夠好似陸地污染啊，用犧牲環境嘅方法去發展噶啦。咁最早咧有記載係以海洋作為一個起點，而唔係用陸地嘅方法思考。真正用海洋方法去思考嘅咧，咁就係齊國嘅。喺當其時嘅齊國咧，有魚鹽之利呢個歷史嘅記錄。咁魚好清楚啦，就係漁業啦。鹽咧曬乾咗嘅鹽之後去賣翻咧內陸嗰啲嘅春秋戰國其他國家嘅。點解咧？我哋知道冇鹽嘅時候身體係用唔到力㗎，而且好多病咧會出咗嚟嘅。咁當其時譬如楚國呢啲都係有嘅，而真正咧能夠咧立足海洋，用海洋嘅方法去思考海洋嘅咧，就齊國呢個魚鹽之利嘅國家政策。咁當然呢個政策咧，最後係令到呢個國家係非常之富有。咁呢個咧就係最早時期嘅海洋經濟。喺2009年嘅時候咧，聯合國就定性咗咧每年嘅6月8號作為一個海洋日。咁就係咧，我哋唔好忽略70%嘅地方係海洋喺地球上面。30%嘅咧先至係陸地，一定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樣咧，用海洋去到反哺翻陸地，然後可以將污染咧排放翻嚟海洋。今次咧係要真正以海洋作為一個思考嘅方式，點樣去到有效咁樣運用呢個海洋，再唔係以污染亂咁砍伐啊、亂咁開發咧作為一個發展嘅。咁最典型嘅例子就係愛護珊瑚啦。咁我哋會明白。我哋今日共識唔大，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咧，就係我哋對海洋嘅落差咧認識咧，真係好大嘅落差。我哋知道有知識落差啊、信息落差啊、IT 嘅技術落差啊呢啲。咁其實咧對海洋嘅落差咧，我哋認識係真係好大嘅。嗱，咁過去咧最早嘅時候咧，一定係捕魚為主噶啦，跟住旅遊業啦，然之後咧我哋開發呢啲嘅食品啦，譬如呢啲嘅礦物啦呢啲，咁仲有遊艇啊呢啲，咁仲有咧。喺海底嘅電纜、光纖啊呢啲，咁而家咧更加有風力發電啦。因為喺遠海地區咧個風力更加大嘅，近岸咧反而弱咗嘅。咁仲有一啲咧喺海上面嘅發電嘅，咁譬如太陽能板啦、潮退水底下面嘅渦輪啦，咁呢啲都係用嚟發電嘅。咁呢啲咧已經係發展緊嘅海洋經濟嚟㗎啦。咁然之後咧其實喺人文科學裏邊咧，無論東方又好、西方又好咧。我哋對大海咧都有一個好奇怪嘅信仰存在喺度嘅。咁東方有媽祖啦，西方咧有海神 Poseidon 啦。咁呢啲咧都係咧，我哋對大海其實一早就已經存在咗信仰喺裡面嘅，而且係冇陸地咧咁威猛添嘅。咁另一個咧最好嘅例子啦，就係咧鄭成功，佢最初嘅時候咧就係睇咗西班牙人嗰種嘅全球大航海時代嘅遠洋貿易，咁而佢發現一樣嘢。佢做到遠洋咧，好似西班牙咁咧，係一定做唔到噶啦。咁佢揾到個方法就係咧，不如佢做一個地區性嘅強權，咁可以咧同清廷抗衡一段好長嘅時間嘅。咁佢靠嘅就咩咧？以台灣作為一個基礎，即係個支點。然之後咧，日本有貿易，對面嘅福建省又係貿易，然後咧去到東南亞都係貿易。咁中間佢就控制住咧南海一帶，甚至係咧差唔多去到海參崴嗰一帶咧嘅地方，遠洋貿易同埋航運嘅路線圖。因為咧將唔同嘅點咧連結埋一齊，織成一張網，就係一個海權。咁當中咧，譬如物流運輸費，或者叫做黑社會式嘅叫保護費，同埋咧喺邊一個地點駐紮嘅時候咧，放一個當地嘅哨站喺嗰度，作一個衛所。咁呢啲咧即係類似今日講比喻唔好嘅叫做黑社會堂口啊呢啲，咁佢好多時咧設立咗呢啲據點咧喺唔同嘅地方，咁保證咧航運嘅安全，亦都保證咗咧貿易同埋佢可以賺到錢。咁呢一個咧就係最早嘅海權嘅意識嚟嘅。咁其實咧鄭成功唔止係攞住台灣，仲有下邊一大堆嘅地方作為佢個根據嘅，而咧最後係俾清廷咧就發現咗一樣嘢，佢主要嘅係因為沿海一帶嘅清朝佢嘅子民咧幫助佢做貿易，佢先能夠成功。如果將呢啲人咧全部內遷入去沿海變成荒島咧，咁佢就再冇辦法咧同任何人做 trade 噶啦。咁就係咁樣樣，將呢個國策咧，將台灣咧即係鄭成功嘅艦隊咧拖到變貧窮，咁然之後咧先至可以一舉咧將佢擊敗嘅。咁如果佢能夠繼續做遠洋貿易嘅時候咧，咁其實就唔會擊敗嘅。
咁因為當其時清朝咧有好多嘅商品絲綢啊、陶瓷啊呢啲咧，咁係世界上咧好多人想做貿易嘅對象嚟嘅。咁鄭成功霸住嘅咧就呢啲海上貿易嘅路線，同埋咧一個個點一個碼頭織成嘅世界網絡，咁就為之一個虛擬嘅領海國土咁解。然之後咧，我哋針對呢個海洋嘅思維咧，可以簡單作出幾個嘅近海嘅分類。咁按照咧陸地嘅地方咧，我哋最容易理解嘅近岸嘅生活咧，可能作為海濱經濟咧，譬如海濱公園啦；休閒生活，譬如喺踩單車啦、跑步啊呢啲啦，係咪？咁同埋啲小攤位啊、搞活動啊呢啲。咁去到近海一啲嘅小島咧，咁會有生態教育啦、海洋文明啊、租艇啊、獨木舟啊、潛水睇珊瑚啊呢啲。譬如去到水底下邊睇珊瑚啦。咁當然啦，有啲嘅原住民咧，發現啦啲人咧係會去啲小島上面咧非法，即係咧唔喺指定地方度咧露營同埋呢個透火燒烤啲，佢就寧願係唔做佢生意嘅。咁喺香港咧有好多呢個艇家咧，其實係好自律嘅，就係因為佢哋呢啲嘅小島咧，先至冇俾人惡意咧破壞，甚至係無知嘅破壞嘅。咁仲有啲海域啦，咁而家其實仲有啲漁業係捕下魚嘅，咁佢哋會識分類邊啲係啲貴價魚，邊啲唔係貴價魚啦。養殖場啦，或者啲簡單嘅海上面嘅貿易，譬如舉個例子，喺內地有人買咗啲平嘅龍蝦咁講法，咁香港嘅船家都同我做啲嘅貿易，簡單嘅貿易咁帶翻上岸度，咁啊揾翻幾日嘅使費啦。咁仲有邊界以外嘅咧，譬如香港為例，咁比較遠一啲嘅近岸，咁就喺中山嗰度。咁海上面咧就已經一大排嗰啲嘅風力發電噶啦，喺索罟群島咧離遠就應該可以望得到噶啦。咁當然啦，佢仲有好多嘅物流啦、航線啦，咁同埋呢個科研嘅地方點嘅。咁譬如舉個例子啊，鹽田港就係咁嘅例子。其實咧，全世界最繁忙嘅航道就喺鹽田港嗰度。而咧造成嘅，譬如喺西貢啊，或者喺沙頭角啊呢啲造成嘅污染咧，其實就唔大嘅。咁你即係話，其實係可以共存得到嘅。咁仲有一種嘅海洋思維就係咧，海洋係大家係互相串連埋一齊嘅，互相流通，係自由咁流通嘅。咁裏面嘅河床啊呢啲咧，亦都係動物嘅棲息地。咁因為叫做生態圈或者叫生態嘅地方，咩叫生態就係咧，佢哋係可以喺嗰度棲息嘅。而家好多地方咧係人為建出嚟，好似生態，其實唔係，係叫公園，因為咧冇動物嘅多樣性，或者植物嘅多樣啊、昆蟲嘅多樣性，咁所以咧佢只有公園。真正呢啲有生態地方咧，係個棲息地可以產卵嘅。咁甚至乎咧去近灘前面咧開產卵嘅。以前嘅香港嘅鰂魚涌就係多鰂魚，啱啱有個灣落嘅地方係一個產卵嘅，就叫鰂魚涌嘅。咁今日咧喺西貢呢啲地方仲係保留有呢啲地方嘅。咁仲有啲河口咧鹹淡水交界嘅地方咧，有獨特嘅物種咧係可以喺嗰度養殖嘅。咁譬如中華白海豚就係一種咧物種，咁佢嘅鹹淡水交界，所以只係喺大嶼山、大澳嗰一帶咧就容易見到，去遠啲咧就應該好難見得到。咁應該都變成咗種觀光嘅資源，大家係一路睇觀賞，睇唔到亦都冇得怨。咁係帶住學習嘅心態咧去到旅遊，咁呢種咧就係一種海洋思維帶出嚟嘅生態旅遊。咁然之後咧有一個最好嘅例子就係三沙市。呢度係用大量嘅科學同埋海洋技術嘅知識咧，同埋裝備咧建立起嚟嘅。最初嘅時候咧，其實就係一啲島礁或者岩石咧揼一啲竹棚嘅啫，2-3個月咧就爛嘅。颱風一到就即刻冇添㗎。咁冇耐咧，國家掌握咗啦，建島技術之後咧，就喺嗰度起晒所有出嚟，甚至乎海水化淡啊，各樣嘢咧喺嗰度。咁呢一種嘅形式咧，就係一個好典型採用海洋經濟城市嚟運作嘅方式。譬如佢飲食就要轉型啦，揾到啲物種係可以喺呢地方度咧水種嘅蔬果啦、蔬菜啦，大型嘅養殖場啦係非常之大型，比起而家近灘大型得多。同埋儲存食物嘅方法，因為三沙島其實非常之炎熱嘅，你可以見到咧，其實冇乜樹噶，全部人工後嚟種出去嘅。咁據講咧，有片叫將軍林，就當年開發嘅時候咧，一大批咧將軍咧喺嗰度咧，大家都植樹。咁經過悉心打理之後咧，真係變成咗一片嘅樹林出嚟，咁就改名咧叫做將軍林嘅嗰度。咁呢度咧僅有嘅綠色生態咧，就係即係陸地上面樹木嘅綠色生態咧，就係得嗰度有嘅啫。咁所以咧天氣係非常之炎熱嘅。咁點樣一個新嘅生活方式、水生嘅食品同埋咧儲存嘅技術，咁呢啲咧食品嘅轉型咧，亦都會喺三沙市嗰度咧去到發生，即係一個典型
海洋經濟嚟運作嘅城市會係點樣樣。咁當然都會包括埋國防啦，佢係一個南海好重要嘅支點。譬如一啲嘅海軍，咁佢要放假登島娛樂，咁就係去三沙市就其中一個咧可以選擇嘅地方，亦都可以咧作為一種食物或者咧其他嘅陸地活動嘅一個休閒地方。好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海洋嘅金融。咁我哋知道咧有一樣嘢叫做碳排放咧，係經過 ISCC 咧，就係邊啲國家佢嘅碳排放咧係負數嘅，咁咧佢就可以將呢啲負數嘅碳排放合約咧就賣俾啲碳排放超標嘅國家，咁抵消咗佢嘅。咁而按照2025年價格大概係80幾蚊左右咧一噸噸。咁除咗植物之外咧，其實海洋都係吸收緊二氧化碳嘅。咁喺呢度咧，維基百科度有個例子係塞舌爾，北喺呢個非洲嗰邊嘅一個島國。咁佢就通過咧唔止係陸地啦，咁仲有海洋同埋咧紅樹林啊呢啲地方咧吸收咗幾多嘅碳排放。佢唔止係吸收熱能嘅，咁仲有碳排放呢啲咧吸收咗之後變成合約咧就賣俾其他國家作為一種嘅綠色金融。咁呢啲咧就係一種海洋經濟係金融領域嘅。咁即係話海水嘅吸收二氧化碳亦都可以變成咧綠色金融嘅一部分。咁然之後仲有一個咧喺200公尺下面嘅深層開發。咁我哋聽到200公尺咧好即係200米。咁我哋聽到係個咩概念咧？維港最淺嘅喺油麻地嗰帶得7米水深嘅啫，最深嘅地方就係鯉魚門，大約係41點幾米深嘅啫。咁平均嚟講咧，大概係10幾米左右深嘅啫。咁已經係一個全球深水港嚟㗎啦。咁如果好似內地啊呢啲咧，去到上海咧，佢係起條好長好長嘅橋咧，去到好深水嘅地方。咁又有逆天光工程咧，咁同埋咧叫做基建狂魔啊呢啲咧嘅生產力，咁先至可以做得到呢啲咧奇蹟出嚟。一般嚟講咧，係按照天然條件發展，咁香港應該係非常之好嘅港口嚟㗎啦。咁而去到200米咧就完全唔同啦。咁呢個咧同香港咧過去人提都冇人提過嘅。咁就係因為咧喺200米底下咧，其實係一個深水嘅生產能力。咁大多數國家做唔到嘅，暫時有記錄咧。得中國同美國可以去到水深1萬米嘅地方，亦都係即係話深水作業嘅生產技術，中國同美國都同時擁有。咁喺呢一度就開發咧200米深水底下面大量嘅礦物質啦。咁仲有一種咧就係中國先有嘅可燃冰，一種外表咧好似冰咁樣燒起嚟，個火係藍色嘅。咁中國喺南海嗰度咧具備全球以探知嘅大約佔1/3嘅儲存量。咁呢一樣嘢咧，對於未來個能源供應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呢啲咧都係海洋經濟咧帶嚟嘅新嘅發展。所以海洋經濟咧，佢只係處於啱啱起步，遠遠唔係旅遊啊、漁業啊呢啲或者養殖啊呢啲。咁未來嚟講咧，係更加之咧走向可持續發展嘅經濟發展模式嘅。